咁靚嘅景，估下呢度係邊度？望下出面成個環境先。哇，一睇就知。同你睇緊呢個係白石角。而家咧好多嘅消息啊、新聞啊，鋪天蓋地都講緊呢個白石角站啊。咁同時間亦都令到呢一區附近嘅樓盤咧多咗唔少嘅成交。咁所以今日同你睇下呢度其中一個屋苑新鴻基雲匯，同你睇呢個咧係3座頂層天台嘅單位。呢個實用面積1144尺，再加一個實用面積650尺嘅天台。入嚟呢個咧係客飯廳嘅位置。咁啊，客飯廳正方方咁，而且咧兩邊都係落地窗設計，咁啊採光度充足啦。而且你可以望晒成個白石角，去到望下對面馬鞍山嘅景，你都望埋啊！有山有水就應該幾好風水。入面咧呢度連接就係3個睡房。咁啊，先嚟第一個睡房，同樣都係落地窗設計。精髓中嘅精髓，主人套房，兩邊嘅各自窗嗱 U 型設計嘅窗，俾你望晒三邊嘅景觀。望下呢邊先，呢邊最靚，望埋呢個運動場嘅景觀。跟住呢度成個白石角、八仙嶺，望埋過去。咁啊，所以景觀方面咧，呢度非常之豐富，真係有齊山有齊水，而且仲有一個工作平台。最緊要係成個區域嚟講咧，其實所有3房實用面積咧都相對實用度係高嘅。你見到呢個空間咧，擺到 king size 大床，可以做埋化妝台，做晒大衣櫃啊，滿足晒你所有嘅需求。主人套廁，咁啊酒店式設計，仲係名廁設計添。跟住呢個客用嘅洗手間。哇！呢個廚房咧就雙面台面，兩邊都有工作嘅位置，跟住然後用晒一系列嘅爐具，都係德國品牌Gaggenau，然後再多一個小冰箱，門後面咧亦都有雪櫃嘅。呢度仲有一個儲物房，旁邊咧就係我哋玻璃樓梯直上天台。哇！上到嚟天台嘅位置啊，天台咧都非常之夠足夠嘅空間，一個你嘅空中花園，種花又得，同朋友同家人 barbecue 開 party 都冇問題。如果你對白石角有興趣嘅話，今日雲匯依然仲有貨，仲喺度等緊佢嘅主人。